有冇試過分手之後覺得成個世界都崩潰咗，唔想食嘢，唔想出門，不停回憶你哋一齊甜蜜嘅畫面，又或者最後一次嘈交分手嗰一幕，你可能會問自己，係咪我唔夠好？係咪我做錯咗咩？如果當初唔係咁，佢係咪唔會走？甚至覺得人生冇晒意義，成個人好空洞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，我喺 IG 經營愛情玄學諮詢服務，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，結合我嘅玄學經驗，幫大家書中學到嘅實戰技巧應用喺自己感情度。星期一至五朝頭早8點鐘，我都準時喺度陪伴大家。今集我哋要講嘅第7個法則，分手唔會令你崩潰。先同大家分享一個科學研究，講解分手嘅痛苦係幾咁真實，難以承受。心理學家 Evan Cross 喺2011年做過一項研究，揾咗40個被分手嘅人，用磁力共振掃描佢哋嘅大腦，結果發現，當參與者睇翻前度嘅相，回憶分手嗰一陣，大腦被擊鼓嘅區域同身體真正感受到物理嘅疼痛，幾乎係一模一樣。例如被滾水辣到、撞傷膝頭哥咁。換句話講，分手嘅痛喺大腦層面係真實嘅疼痛。所以當你分手之後覺得好痛苦、好崩潰，唔係你好脆弱，而係你嘅大腦正係經歷緊一場真實嘅痛。明白咗呢一點，我哋就會對自己多啲慈悲、多啲耐性。但分手嘅痛苦唔係突如其來。好多分手其實都有跡可尋，係由長期被忽視嘅問題慢慢累積而成。一段關係就好似一間屋，如果你唔定期維修，牆上嘅小裂縫就會慢慢擴大，最終變成無法修補嘅大裂縫。作者歸納出3個最常見，亦係最難處理嘅分手原因。任何形式嘅虐待都絕對唔能夠接受。虐待唔單止係身體傷害，仲包括情感虐待，例如不停貶低你，用情緒勒索你，財務控制你，數碼監控你，即係睇你手機或者網上騷擾你。好多人身處喺情感虐待嘅時候，未必意識到自己係受害者。如果你正係經歷緊呢一種情況，作者嘅立場好鮮明，即刻離開，唔係因為你唔愛對方，而係因為你值得好好被對待。第二係不忠，出軌最傷嘅係信任，一旦信任破裂，重建需要極大嘅努力同時間。好多人發現伴侶出軌之後，會急住揾另一段新嘅關係，希望用情感代替舊傷口。但如果你帶住未好返嘅傷口去拍拖，只會將傷痛帶入新嘅關係，最終傷害自己，又傷害到新嘅對象。真正嘅療癒係要先俾時間自己，獨自面對同消化呢一份痛。第三係失去興趣或者親密感，關係唔係突然死亡，而係慢慢窒息。作者提出咗振動頻率理論，你同伴侶之間嘅對話會產生唔同層次嘅能量。如果情侶淨係講八卦嘢，批評人哋，係屬於低頻振動，係會令關係慢慢失去活力。如果情侶會傾下日常事務，例如今日食乜嘢、放假去邊，呢一種係屬於中頻振動，係維持關係嘅基本運作。當情侶真正分享自己夢想、恐懼、感恩同成長，就係高頻振動，係真正建立深度親密感嘅關鍵。好多伴侶對話通常都留喺低頻同中頻，冇咗高頻嘅深度連結。久而久之，雖然兩個人住喺同一屋檐下，但心靈嘅距離會越嚟越遠。我哋可以透過親密感三角形嚟提升關係，即係娛樂、體驗、教育，創造高頻振動，重燃關係嘅火花。娛樂可以係一齊睇戲，體驗可以係一齊旅行，教育可以係一齊學習新事物。如果你已經試過所有嘅方法，關係依然冇辦法修復，分手係不可避免，咁點算呢？作者提出咗一個由不容忍到接受嘅康復路徑，幫助我哋一步步行出分手嘅陰霾。呢個過程唔係一朝一夕發生，而係一個漸進式嘅心態轉變。第一個階段係不容忍，對分手現實感到憤怒，拒絕接受。你可能會不斷問，點解啊？點解咁對我啊？如果當初唔咁樣，係咪唔會分手啊？你拒絕接受呢一個現實，做咗好多挽救措施，希望可以改變結果。當你慢慢消耗咗大量嘅情緒能量之後，就會進入咗第二個階段，容忍。你開始勉強接受分手已經發生嘅呢一個事實，個心仲好痛，但你已經冇咗最初嗰一種激烈嘅抗拒同憤怒。再進一步會進入第三個階段，接受。你開始明白呢一段關係嘅結束其實有佢嘅原因同意義。你開始承認對方有缺點，自己都有需要改善嘅地方。你明白到
分手唔係單純嘅輸贏，而係兩個人成長嘅需要。最後一個階段係欣賞。當你真正走過前面3個階段，你會開始感恩呢一段關係曾經帶俾你嘅一切。你唔再只係停留喺失去嘅痛楚，而係能夠帶住感恩同成長繼續向前行。呢一個由不容忍到欣賞嘅過程，其實係一個自我療癒、重新認識自己嘅旅程。每個人行得快慢都唔同，唔使勉強自己。最重要嘅係容許自己一步一步去感受同消化。作者多番強調，分手之後唔好急住重新開始一段新嘅關係，要俾自己一個真正嘅獨處時間，重新建立自己嘅了解同信心。呢度要引用地藏經嘅業緣嚟解釋多少少。每一段感情都係過去嘅業力所牽引嚟嘅，有啲緣分係嚟陪你走一段路，陪你經歷快樂同甜蜜；有啲緣分係嚟教你一個功課，俾你學識愛自己，學識放手，學識堅強；有啲緣分係要嚟令你成長，逼你面對自己嘅傷口同盲點。當呢一段緣分完成咗佢嘅使命，佢就自然會結束。呢個唔係悲劇，係宇宙嘅安排。上完一堂課就會落堂，勉強留低，只要令自己同對方更加痛苦。決定咗分手，作者都有講究，有4點要做得清楚。第一，要清晰講分手，唔好含糊其辭，唔好俾期望。清晰嘅結束雖然痛苦，但係對大家係最大嘅尊重。第二，要親身，如果可以，盡量面對面講分手，而唔係 send 信息或者打電話。面對面講分手係對一段真實感情嘅最後尊重。第三，唔好試圖做朋友，至少暫時唔好。好多人分手之後會話，不如我哋做翻朋友啊，以為呢一種可以減輕痛苦，但咁樣會令大家冇辦法真正放低，延長咗痛苦嘅時間。第四，俾自己一個真正嘅結束。分手之後可以寫一封信俾自己，記錄低你喺呢一段關係學到嘅嘢，你嘅成長同埋你對未來嘅祝福。呢一個練習可以幫助你喺受害者嘅角色轉換為一個主動成長嘅角色。最後作者帶出一句，好多人一直喺度等待一個人嚟愛自己，先覺得自己值得被愛嘅。但你嘅價值唔係由任何人嚟決定，你喺遇到任何人之前已經係有價值嘅，你喺失去任何人之後依然都係有價值嘅。如果你聽到呢一度正係經歷緊分手嘅痛苦，好想復合，唔知點做好，歡迎喺 IG 揾 KK 師傅幫你做一個奇門遁甲嘅諮詢啦，可以睇到你哋有冇復合嘅機會，如果有嘅話，會係咩時機，同埋你有咩行動可以做，有咩行動唔應該做。下一集我哋會講最後一個法則，點樣將愛嘅力量由一段感情擴展到全世界。我係 KK 師傅，我哋下一集朝頭早8點鐘再見啦，拜拜。